加州州長紐森星期一簽署新法案，將囚犯消防員嘅時薪從每小時1蚊提高至7.25蚊，達到咗聯邦最低工資標準。呢項法案旨在提升囚犯消防員嘅待遇，以回饋佢哋喺應對野火中所作嘅貢獻。喺今年1月，超過1100名囚犯消防員被派往南加州參與滅火工作，其中包括喺 Palisades Fire 中救助居民嘅行動。法案嘅通過得到咗廣泛支持，好多立法者認為呢啲消防員喺保護社區嘅時候應獲得合理嘅報酬。法案嘅支持者話，增加工資唔單止能夠改善囚犯嘅生活條件，仲能幫助佢哋喺服刑期間支持家庭同償還賠償金。加州目前有近2000名囚犯喺火災營地工作，佢哋喺過去1年中共計滅火超過180萬小時，承擔咗大約42%嘅應急響應工作。新法案嘅實施將會提高州政府喺囚犯消防員薪資上嘅支出，預計年均成本將會達到1000萬元。天下衛視記者編輯報導。